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9，诗篇146篇1节到20节安尼讲：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！我的心神啊，就称赞上主。我一生要称赞上主，我活的日，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。三甲来祈祷，愿一生要唱歌称赞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是予雨水润泽土地，予日头照伫草花，予日月星辰照时排列，予万物拢伫你的旨意中来运行，会创造上帝。主啊，你的荣光极其无限，你的疼痛无穷无尽，你的智慧超越一切，你的道路也过一切道路。主啊，我要用全心来向你感谢。主啊，我要向你献上我的敬拜甲懊恼，因为你的荣光充满我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！我的心神要来称赞你，我一生要称赞你，愿活的日，拢要唱歌称赞阮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